認識佢嘅時候嗰個青春無邪嘅你自己。4月1號晚上9點至10點，音樂情人，我們的張國榮。原來多麼可笑。香港家書係一個個人意見節目，邀請社會各界人士透過書信形式分析社會現象，細數個人感受。窮則變，變則通，但係我覺得而家呢句話應該係變則通，不變則窮。變幻才是永恆，如果真係一成不變嘅，亦都未必真係香港人嘅福氣。我哋係生於極富歷史性嘅時刻，等我哋喺自己嘅崗位上邊繼續盡忠職守。香港家書。早幾日，多位嘅政府官員，包括咗行政長官梁振英、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高永文以及醫管局主席胡定旭等等，就去到浩園向6位因為喺10年前沙士而殉職嘅醫護人員獻花。其實睇翻10年前嘅呢段時間啦，正正係沙士肆虐非常之嚴重嘅時期嚟嘅。喺當年嘅3月30號，因為有肺炎症狀而需要入院治療嘅累積病人人數已經達到530個噶啦。而當中單單喺2003年嘅3月30號就已經有6個嘅醫護人員同埋36宗嘅淘大花園個案，咁總共當日嘅新增嘅非典嘅宗數係成60宗咁多嘅。10年過去，究竟我哋呢個社會嘅防疫措施改善咗幾多呢？今朝早嘅香港家書有行政長官梁振英。各位香港市民，有一啲事我哋唔想記起，但係又唔能夠忘記。10年前嘅沙士疫症造成約300名市民死亡，1700多人受感染。香港被世界衛生組織宣布為疫區，學校停課，口罩斷市，每日要公布最新染病人數。呢啲日子我哋唔想再出現。最近唔少傳媒都做咗沙士10週年特輯，報導咗當年嘅一啲人同埋事。重溫呢啲片段固然令人傷感，但當時香港人無私奉獻同埋團結一致嘅精神，卻值得我哋珍惜同埋延續。喺沙士期間，醫護同埋科研人員緊守崗位，冒住生命威脅尋找病源、搶救病人。公務員、社福同埋公共機構、學校等，亦都面對危難同埋挑戰，一往無前，喺最前線拼搏。全體香港市民都齊心一意抗疫，嚴密防範，遏止疫症蔓延。危難當中有唔少煥發人性光輝嘅故事，大家都記憶猶新。我亦都有一點經歷可以同大家分享。10年前，淘大花園成為沙士重災區。經過調查，發現疫症喺淘大花園爆發嘅主因係浴缸去水嘅 U 型喉管被拆除，使源頭病人嘅病毒經過污水渠進入其他單位。當時我同專業聯盟希望參加抗疫，於是主動通過陳鑑林議員聯絡淘大花園業主委員會聯會葉興國主席，並且召集建築、測量、工程同埋法律等專業團體，同居民代表開會，設計出新嘅喉管，為災情最嚴重嘅醫座全部單位免費換渠管，杜絕咗污水渠傳播病毒嘅可能。不過當時冇承辦商願意進入淘大花園，幸好最後有熱心嘅承辦商同埋工人，為咗居民安全，冒險犯難開工。當時一眾專業人士都係義務奉獻，大家只有一個目標，就係盡早戰勝沙士病毒。只有一種精神，就係同所有香港人患難與共。呢件事說明嘅係，即使有天大嘅難題，只要大家齊心一意，香港就可以化險為夷。
10年嚟，政府喺防範同埋處理疫症方面下咗唔少功夫，包括成立衛生防護中心，喺瑪嘉烈醫院興建全港首間傳染病醫療中心，加強法律授權，以更有效執行預防同埋控制疾病嘅措施等。但要防範疫症，除咗政府嘅努力，仲需要市民嘅配合，包括做好個人衛生同埋清潔工作，將各種傳染病傳播嘅機會減至最低。10年過去，因沙士而犧牲嘅香港人活在我哋心中。幾日前，我同食物及衛生局高永文局長、醫院管理局胡定旭主席同埋其他同事一齊去浩園，向6位因沙士殉職嘅醫護人員獻花。我哋永遠懷念因沙士為香港犧牲嘅醫護同埋其他人員，佢哋喺抗疫期間嘅一言一行，溫婉而又堅毅，淳樸而又勇敢，感染同埋觸動咗無數嘅香港人。10年嚟，香港社會經歷唔少嘅轉變，但無論如何，我哋不能放棄10年前嘅團結同埋無私奉獻精神。今日香港不少長期積存嘅社會問題有待解決，只要每個香港人都抱住人人為我，我為人人嘅精神，香港問題再多，亦都必定可以迎刃而解。梁振英2013年3月30日。剛才嘅香港家書係由行政長官梁振英所寫嘅。數翻10年前嘅3月31號，當時呢政府就係喺嗰一日宣布引用隔離令，將淘大花園依座嘅居民呢隔離10日嘅。原因呢就係當時已經有213個嘅淘大花園居民懷疑患有非典型肺炎而要入院治療，當中呢有107人呢都係依座嘅居民嘅。咁因此呢就政府係史無前例地引用隔離令啦。引致到當年淘大花園有大規模感染，一個好重要嘅原因就係因為污水渠嘅設備，其中咧特別係 U 型喉管咧俾人拆除又或者係乾涸。咁因此喺發現到呢一個問題之後咧，亦都咧有一啲嘅專業人士啦，佢哋咧係為淘大花園咧做過一啲排污渠啊等等嘅系統嘅。咁當時咧，梁振英佢作為專業聯盟嘅牽頭人，亦都有喺呢件事上出過力嘅。聽完香港家書之後，我哋一陣間會有投資新世代，歡迎大家打電話嚟1872311同主持人傾下偈。喺愛嘅世界之中，從來沒有缺陷。5個嚟自世界不同地方嘅殘疾人士真實故事，佢哋有住唔同嘅遭遇同壓力，但係共通嘅係佢哋人生嘅動力都係嚟自愛。喺美國出生嘅少年 Ben Underwood 3歲嘅時候因病要切除雙眼，從此喪失全部視力，但係佢可以無需輔助射籃入樽，甚至喺滑板上飛馳，避開燈柱同汽車，咁係全靠佢自細練成嘅神奇聲音測距技術。Ben 用口發出聲音，好似蝙蝠海豚咁以回聲測距嚟睇到周圍嘅障礙。Ben 拒絕俾社會標籤做傷殘，亦有科學家正在研究佢嘅神奇能力。愛沒有缺陷之耳朵看世界，今晚7點半亞洲電視本港台播出。奮發時刻4月2號文憑試重要時刻，晚上9點第5台 DAB 35台，我哋請嚟中文科楊家信、英文科 Leslie Lang 同你最後衝刺。我們今年文憑試奮發熱線1872312，除咗可以節目來電，更可網上瀏覽。歡迎隨時登入 rthk.hk 節目重溫，或以手機程式立刻收聽 podcast。提提你4月8號同12號中英文科開考啦。石鏡泉鄺民彬與你進入投資新世代。今日嘅節目呢，就係我石甩毛加埋阿鄺民
賓 Bangor 效應，出席嘅咧就係黃師傅黃偉傑兄。Sir， 早晨，大家早晨。咦，頭先都話鄺民彬效應有咩效應？我想聽下。即係佢放假啦，你淨係想講句。係啦。咁又會佢同秋官效應一樣嘅。哦，係。佢放假嗰陣時係蝕電㗎。咁加埋秋官就嚟有新劇場喎。所以好陰公啊！好驚，好驚啊！好驚。啊！佢放假，秋官唔好上劇啊嘛。秋官上劇，佢應該唔好放假。但係實際上會唔會負得正㗎？唔知啊，我係唯一件事希望咁啦。唉，真係好痛苦，真係。所以點解就係阿 Bangor 嘅效應要我哋，如果下個禮拜喺度，真係慘啊！真係。咁要佢快啲翻嚟先。係，真係。所以咧就喺呢啲咁好簡單㗎。啊，咁多年以嚟好似得一次唔準咋，係嘛？係咁多次唔準啊！但嗰次係咪又有秋官劇上？好似冇嗰次。啊，今次真係，唉，驚好多。喂，黃師傅，嗱，好簡單啦。咁啊，而家我哋呢幾日冇事啦。喂，國內嗰度咧有好大陣仗啦，係咪啊？啲銀行啊嗰樣嘢，咁我哋即係等陣。即係10點9就傾傾呢個問題啦。有啲 ST 係啦，退市，驚嗰啲冇得留低係嘛？啊，即係冇得留低咁樣嘢。以前好多冇得留低，但係嗰啲細嘢冇人理咧。大嗰啲冇得留低就驚。呢就係超級啊！超級大㗎，係，仲要超級蝕勁啊！係啊，好啊，咁啊，你點睇美國市咧？美國市我諗呢排咧，大家見到禮拜4咧，佢哋禮拜5都係假期咧，都仲係繼續上衝嗰個標普一路都扭計，扭到禮拜4終於咧就聽話啦，咁啊創新高。咁我諗呢排美股嘅升勢就一方面啲經濟數據，特別房屋市場，其實睇到聯儲局一路 QE 撳低咗息之後咧，咁